家好啊，我係阿 K 啊。最近揾咗份新工，就係喺呢啲咁嘅工業區度，周圍揾人 sell 下 forklift 之類嘅 equipment。咁周圍行冇嘢做就順便拍下片同大家分享下。應該都少啲人會去呢啲咁嘅工業區㗎啦。澳洲嘅工業區，呢度係喺 Cradle， 喺西澳嘅機場 Perth 機場 Belmont 嗰邊嘅附近。而家都30幾度啊，天氣有點熱，唔知捱到幾耐。遲啲40度唔知點行，就係天地有正氣。真係一嚿雲都冇啊！成個天。拍條片其實就好悶㗎，都係為咗記錄下自己喺呢度到底做緊啲乜嘢，或者睇下有冇啲西澳嘅朋友，或者對西澳有興趣嘅朋友入嚟一齊吹下水。間唔似係我開到單嘅地方。前面呢幾間可以研究下，隔離呢啲係住宅嚟㗎啦。呢間去問下先。